原理係用綠色、紅色兩種 LED 於黑斑集中部位上直接照射，令精華更加可以滲透至皮膚底層，有效打造亮白皮膚。另外係色素沉澱部位上，以最高3500次集中連擊，幫助成分更有效傳達至皮膚。一般2星期內可以感受到皮膚逐漸產生變化。第一個步驟係將適量精華滴入精華芯瓶內，並將瓶口徹底蓋上。第二個步驟係輕輕搖晃精華芯瓶大約5次，令精華均勻咁入到氣泵頭內。請記得確保將帶有芯片嘅一邊圍向上，先好開始搖均勻，防止精華係搖嘅過程流出。第三個步驟係喺未容儀電源維持關閉下將芯瓶裝好，長按3秒電源鍵就可以將儀器啟動，而電源啟動後會自動預設做低強度模式，短按一下電源掣就可以切換至 H， 即係高強度模式。如果短按 LED 掣嘅話，就可以切換唔同嘅 LED 模式。綠色 LED 模式係針對皮膚表面黑斑，而紅色 LED 模式就係針對照射皮膚底層黑色素。設定想要用嘅模式之後，喺黑斑集中部位上輕力按下儀器即可。另外使用完嘅話，長按電源3秒以上就可以將電源關閉。